传道，还有教会的长子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对，我那时候有几分钟，5分钟。因为我雅雅在那个礼拜前的时候跟我讲说，她也要分享，她要分享，所以我就简短的来分享哦，所以我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好，我从去年的9月啊，去年的9月一直到今年的6月，我跟我的姐姐我们就是几乎每周6都会到这个新竹的清大去上学分班的课哦。对，然后我们就是每个礼拜都会这样子去，这样就是每周6都会这样去上课。对，然后那一直到今年的6月，到今年的6月，人家说从5月底我先后到新北市、台中市，还有桃园市，报名的各县市的这个国中的教师甄试，也就是考所谓的正式教师。对，那到了报这个新北，然后台中，然后最后是桃园。那新北跟台中是只有去考初试，没有进复试。那我要首先就是说，真的就是感谢神，因为我没有想说会那么快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讲所谓的这个考所谓的正式老师、教师甄试，其实非常非常的难。不像以前，因为在过去的一些观念就认为说，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彰化师范大学读书，所以很多过去老一辈的人认为说，今天你只要是师大或者是教育大学毕业的，基本上就是铁饭碗，就是公费分发。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它有开放很多的大学，你只要有修教程，考取这个教师证，有教师证的就可以就有这个所谓的考取正式教师的这个门票，还只是门票。对，那其实这个我就不再赘述如果你们去网络上面打教师甄试，不管是国小、国中或是高中，那个录取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可能几千个人、几百个人去报名最后录取的也就只有个位数、双位数，所以那个录取率是非常非常低。那为什么说感谢神？因为我自己也有想过说，我今年就考上了这个所谓的正式教师，因为我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只要有进复试就好了。因为其实在这个非常竞争的环境之下，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所以就是说，我只要就是有进这个复试就好了。那我要特别分享的一个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如果你们手边有圣经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翻开跟着在马可福音的11章24节，马可福音的第11章24节。好，那如果有圣经的，我们一起来翻开。那我就念一下这一段经文说的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所祷告和祈求的，当相信已经得着了，这样事情就将为你们成就。我再念一次，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所祷告和祈求的，当相信已经得着了，这样事情就为你们成就。哈利路亚。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不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我们礼拜5的这个最后一晚的这个安慰礼拜，我们的传道就有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要所走的路，所要打的仗。我们今天可能面对到的事情，都不一样。我们可能面临到家庭的问题，我们可能面临在经济上的问题，我们也可能面临在人生的这个选择上的这个课题当中。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其实神他已经将我们心里所想的，他已经要成就给我们。就是当我们要向他祈求，当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担忧的，其实神已经赐给我们，在我们对神的信心。那我要真的特别感谢我的雅雅因为她在我要考试，因为我们其实在考这个，不是说我去写笔试、初试过了我就考上一次。你在笔试的时候，可能几百个人他就先刷掉一半的人，那剩下一半的人最后可能就录取个位数的人。所以在这个考
考试的这段期间，我雅雅就是会每天传这个经文给我。那这个经文就是我要考试复试最后的前2天，他传给我，我会把这个经文给他存下来哦。它上面的标题就讲到一句话，他说：“上帝成全的是人的信心，上帝成全的是人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哇，真的，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哦，真的不够。”我们也都在学习。神其实他已经要将这个恩典、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好像一天比一天好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神已经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凡是我们所祷告和祈求的，当相信就已经得着。哈利路亚。那另外我要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见证哦，我不晓得大家有追踪有 follow 那个教会粉丝专页的举手。我看一下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就是每天 follow 教会的粉丝专页，好，手放下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常讲的教会的发电机，就是每日的晨祷，5点到这个6点。然后你们会注意到说，其实，在PO到教会的这个赖的群组啊，然后除了赖的群组之外，然后在我们的粉丝专页又会再去分享，再去分享，然后再去PO。那我要讲的说，不是说我做这样子我有多棒多伟大，不是哦。因为其实在我考试的这一段时间有时候一早起来，因为我还是要上课嘛，还是要上班，然后又要准备这个考试，所以当我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就是7点多，因为我们最晚就是8点前要到学校，然后到7点多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在看那个视障或是传道，有时候分享到赖群组，我就说时间都快来不及了，算了，我今天不要分享了。可是很奇妙哦，当我有这样子的念头的时候，其实神他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难道你连这个小小的服事你都不做吗？意思就是说，虽然其实也不会花多少时间，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一忙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先没关系好了，我就先不要分享，因为我这一段时间要准备考试。可是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你难道连这一小小的这个服事你都不做吗？所以我就很坚持，我只要看到赖群主有分享的时候，我还是每一天我都会PO到我们教会的粉丝专页。当我PO的时候，当然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其实我最后一个要跟弟兄姐妹鼓励的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但是当我们今天把神的事情摆第一的时候，我们将神的事情学习，我们居首位的时候，神也会将我们心里所想的、所担忧的，他也会加给我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去看说，我今天做的这个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哪怕是当你走在教会或是走在哪里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纸屑你去捡，其实那个在人看起来看似微小，甚至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人看到，但是神在天上他都纪念，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哈利路亚！所以鼓励我自己，也鼓励所有的家人，我们要看重神的事情，我们要多做主公，将神的事情居首位，神也会将个丰富的恩典加给我们所有的属神他所喜爱的这些儿女们。哈利路亚！好，那我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神。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因为今天是感恩节，我心里面一直感动。2件事情我要分享就是在那个水蜜桃开始之后，今年大家都一样有很多水蜜桃真的找不到工人。我是一个开过颈椎的人，然后也开过支架心脏11年的时候，我就在担心，我就向神说：“赶紧不该我说主啊，你要给我力量。”真的，就是从苏国弄到套袋，神让我在果园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弄到我的地方。所以我就知道说神因为我一直跟神说，我知道你是给我力量的神。哈利路亚！这是一件事情。第2件事情，我们都有跟那个有爱打架嘛每一个果园都有出现有爱。
就有一天的刚开始套袋的时候，已经套一半了，我就到果园，结果我看到那个你们所谓讲的那个猴王，我是第一次看到爬在那个猴边，他就在那边想嘎就这样子。还有那个五路那边，在另外那边有五路，也有很多那个，我从来不知道那个。那个乳奶的叫声是呱呱呱呱，而且是很多人有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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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进。我是第一次，我这60几岁了，我才第一次，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呱呱呱呱就这个很近，美女长老他们也知道，有看到，淑珍执事也看到，所以都很近，就在那个没有差多久，从师丈到那个美术节那边而已，一下子就可以吃完我的那个。我的水蜜桃啊，结果我看到，我就跟那个我不管那个就咣咣咣说，就跟那个猴王讲，我说你真的很没有礼貌呢，我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我说这个是耶稣给他的小孩的水蜜桃，不是给你的呢。我说你不要没有礼貌呢，什么我就很大声的，其实上面有很多老板还有外劳在我的上面啊，我不管，我就很坚定的跟那个猴子，我跟他对话，我就跟他对话说你不可以吃，因为我说这个是耶稣给的，给他我们的小孩，他的小孩给的这样，结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这个过程，女婿长老他也很勤劳，他也是神给他智慧，用那个都我相信的 FB 你们有看到，你看这么近的距离哦，我这样子跟那个应该那个就是猴王，所以从开始到完毕啊，一粒都没有被吃掉，哈利路亚！这是谁的作为？神的作为，所以站在感恩节里面，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最重要是我们更多的，我们一起学习，对我自己，对大家，我们一起学习，真的专注，就向神求，你一定会看见神的信实，哈利路亚！